Raindrop 唔係隨便揀9支油放埋一齊。我係 Julia， 每一支都有佢嘅科學角色，分工合作幫小朋友嘅脊骨同骨骼系統。我逐支同你講。Oregano 同 Thyme 係最有骨科研究支持嘅2支。Thyme 入面嘅 Thymol 喺 PMC 學術期刊研究入面顯示可以抑制破骨細胞分化，即係幫骨骼減少不必要嘅骨質流失。Oregano 嘅 Carvacrol 亦喺研究中顯示可以抑制破骨細胞活性，幫助骨骼代謝保持平衡。Basil 巴西里幫助脊骨周圍嘅深層肌肉放鬆，減少不必要嘅脊骨壓縮。Cyperus 絲柏係芳療界最常用於促進血液循環嘅精油之一，幫血液帶住養分送到正在發育緊嘅骨骼同軟骨。Marjoram 馬鬱蘭配合 Cyperus 雙重支持循環同肌肉舒緩。Peppermint 薄荷放喺最後，係因為佢有增強其他精油滲透力嘅作用。最後係 Valor 入面嘅乳香成分 Boswellic acid 喺骨骼再生研究入面顯示有支持骨細胞活性嘅作用。脊骨係小朋友身高嘅中軸，當肌肉綁住，循環差，骨細胞環境唔理想，成長潛能就係被壓住嘅。Raindrop 唔係魔法，係幫個環境變好，讓潛能自然釋放。想要兒童版完整步驟，留言 Raindrop 9支，我整圖解俾你。有香有氧有時尚，香氣屢見，我係 Julia。